Hello，各位球迷，大家好，歡迎大家又收睇相當誇張啊！點解講又收睇，同埋點解好似咁好笑咁呢？因為啱啱拍呢一條片嘅呢一刻呢，其實係拍完上一條獲師嘅片冇耐嘅咋。咁同一日嚟嘅，衫都冇換，你睇，其實就好短時間之內簽咗兩位球員啊！呢亦都相信係各位球迷非常之期待嘅一個新收購啊！咁喺講詳細呢位新嘅左閘之前呢，希望大家記住啦，如果你到呢刻仲未 subscribe 小弟相當誇張呢個頻道的話呢，記住訂閱咗 subscribe 咗先啊！咁當然啦，亦都要多啲 like 同埋 comment 啦。咁利物浦咧亦都係新簽咗左後衞球員啊，簽咗匈牙利嘅國腳啊，由般尼茅夫簽入咗左閘卡卡斯，咁亦都係有4000萬磅嘅身價啦嚇。咁對於般尼茅夫嚟講呢，就都可以話係幾數啦，因為1000萬買翻嚟，4000萬都買翻出去啊。其實呢位球員嘅冒升啊，可以話嚟得相當之快啦。佢自己呢，雖然係匈牙利國腳啊，但係其實佢喺塞爾維亞出生同埋長大啦，佢嘅足球旅程咧都幾特別下嘅，咁由塞爾維亞啦，跟住咧去到呢一個維也納啦，再去到啊係艾克馬爾，跟住再去到班尼茅夫啊。我當中亦都有好短嘅時間啦，佢喺匈牙利嘅效力過啦，亦都踢過 AC 米蘭，但係冇喺 AC 米蘭上過陣㗎。咁啊呢樣嘢比較特別少少，就係佢喺 AC 米蘭嘅時間咧，曾經俾馬甸尼咧當時米蘭嘅體育總監大讚過啊。而理察條士啊，利物浦嘅體育總監亦都係同 AC 米蘭咧相當之有淵源，因為佢有意大利嘅背景啊，曾經喺意大利度住過，佢都係 AC 米蘭嘅球迷嚟嘅。咁啊，加盟利物浦咧，相信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利物浦嘅體育總監理察條士啦。咁事關咧，當時佢係效力呢個荷甲艾克邁爾嘅時間咧，正正就係時任般尼茅夫嘅體育總監理察條士當時咧係親自游說佢加盟嘅，咁啊轉會到過嚟般尼茅夫。咁啊之後取得個成功咧，亦都可以話好快咧，即係短短2個月嘅時間咧，亦都令到佢而家可以晉身到去歐洲嘅豪門啊，有機會參加歐聯嘅比賽啦，同埋加盟咗咧係英超嘅冠軍隊啊。有趣嘅就係喺正式宣布卡卡斯加盟利物浦之前呢，喺匈牙利本土嘅媒體亦都卡卡斯同埋佢爸爸接受咗訪問啦。咁啊喺個訪問入邊呢，咁啊佢爸爸就話：理察條士當年帶佢哋去般尼茅夫取得咁大嘅成功，而家理察條士叫我哋去印度，我哋都去嘅咁樣。咁當然最終我冇去到印度啦，去咗晏菲路啊。咁即管睇下呢位球員咧去到利物浦之後咧會唔會成功啊？其實呢個球員咧嗱，大家都相信心知肚明㗎啦。加盟利物浦管理層個想法一定係希望佢係長遠取代羅拔臣嘅地位啊！咁始終羅拔臣年紀都開始老啦，咁樣咁卡卡斯咧喺個踢法上或者個基本條件上有一樣嘢係好相似嘅，同羅拔臣就係佢嗰個跑上跑落個能力啊，係氣袋嚟嘅，基本上一個冇時停嘅球員嚟嘅，係一個好有體能。亦都好有拼勁嘅一位球員嚟嘅。如果你話講體能，可能同全盛時期嘅羅拔臣唔係爭好遠，但係講拼勁咧，同埋講嗰種防守嘅韌力啊，可能係比羅拔臣更加強添。有趣嘅就係咧，仲記得就係當年羅拔臣加盟之後，亦都有講翻啦，即係當時利物浦嘅數據主管啊 Ian Graham 咧，亦都講過就話羅拔臣咧喺後城嘅時間咧，利物浦已經係睺中佢啦。咁當時咧就有講過，同高普講過話，呢個球員嗰個防守能力咧係麻麻地嘅，咁但係進攻好強。咁高普就話唔緊要啊，呢個防守唔係咁強，可以嚟到再執嘅，但係進攻呢樣嘢咧，佢好希望意甲方面能夠擁有。咁對於呢個相比嚟講啦，卡卡斯同埋羅拔臣咧，卡卡斯嘅防守可以話更加穩健，同埋佢單對單嘅防守能力係好強啊！咁呢樣嘢大家可以喺日後嘅時間咧詳細留意下啦。個重心好低嘅一個球員啦，防守能力好好嘅，單對單好夠韌力，同埋咧係好搏命，唔輕言放棄一個二甲球員嚟嘅。OK，咁呢個就係個防守方面啦。咁如果你話進攻啦，咁進攻咧佢嘅掂波嘅位置咧，當然同一般嘅左閘咧唔會話特別有分別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下一樣嘢就係咧，其實佢喺進攻方面咧，喺今屆好多嘅數據都會見到咧，就係佢唔係一個好傳統或者好舊式嗰種要喺外圍做疊瓦式助攻嘅嗰種
二閘球員嚟嘅。反而喺今屆咧，喺成個英超入邊咧，佢係做咗好多 underlapping run，就即係咧所謂嘅內切啊，即係咧個翼鋒喺邊線嗰個二閘咧就唔係靠到最邊嘅，而係中間少少嘅位置 cut 翻入嚟。咁當然呢個同般尼茅夫個踢法係有關係，因為般尼茅夫方面咧，佢哋其中一個踢法好大嘅特點咧，就係好中意喺中後場一個大腳嘅高波長傳扯過去左翼位度。咁嘅翼鋒球員咧就會立停個波，咁當個左翼球員喺沿邊線嘅位置立停個波嘅時間咧，左閘卡卡斯就會喺稍為挨近中路嘅地方從後冚上去做助攻嘅。咁呢個咧可能嚟到利物浦，相信啊，無論左手邊如果真係出加保或者係如果呂斯迪亞斯留隊的話咧，可以繼續 keep 住呢種踢法嘅。咁如果你話佢同沃斯會點配合就暫時唔係好清楚啦咁樣。咁喺助攻方面咧，呢個球員嗰個傳送個量咧係好多嘅。OK，嗰個傳送嘅數量係非常之多。咁今屆咧喺左路嘅位置咧，佢亦都送上咗5個嘅助攻啊。而佢嘅助攻或者佢嘅傳中咧，喺啱啱過去呢一屆嘅英超嘅生波傳中波咧，係全個英超排第2，僅次於富咸嘅安東尼羅賓遜嘅啫。咁當然啦，羅賓遜亦都係一個近2年踢得非常之出色嘅左後衛啦。咁亦都傳聞過利物浦對於佢係有啲興趣嘅，亦都喺上一屆比賽咧，羅賓遜對住沙拿嘅表現亦都非常之出色啊。咁但係有一個好關鍵嘅地方就係羅賓遜咧個年紀相對地大啲啦，已經28歲啦。咁所以咧，以而家一般現代即係比較精明啲嘅球隊操作，都係會希望買啲年輕啲嘅球員翻嚟，因為即使簽咗5年約嘅話，之後仲有再賣翻出去嘅嘅 value 或者可以保值啊咁樣。咁可以睇到嗱，卡卡斯咧係一個前後都有嘅球員嚟嘅。OK， 咁呢個係幾特別嘅。佢個踢法咧最突出就係佢經常冚上嚟做一啲嘅助攻啦，製造咗唔少嘅機會啦。我自己都睇過唔少賽事呢位球員，我覺得佢嗰個傳中波咧嗰個質素咧係有少少唔穩定。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佢嘅缺點或者弱點啦。咁但係睇下可唔可以再點講咧？點樣可以改進一下啦？咁因為同個踢法都好唔同下，般尼茅夫同埋利物浦呢樣都要留意下，因為般尼茅夫咧啲波係好簡單直接，同埋嗰個賭博嘅意識好強嘅。意思係咩咧？即係佢哋去到一啲底線或者危險位置咧，如果唔係有能力將個波撬埋中間做大腳起腳射門的話咧，佢哋落底咧，佢好多時候都試下搏一搏嘅，即係會搏出一啲地波啊，甚至乎出一啲好行嘅波埋中間啊，去製造機會。因為佢哋就係好享受嗰一種一腳長傳斬上去。攞到又好，對手解圍出嚟又好，跟住第二陣再冚上去，人少打人少，以快打快嗰一種嘅進攻嚟嘅。咁所以咧喺禁區或者進攻嘅位置入邊咧，對方後衛未回翻晒翻嚟回防嘅時候咧，盡早做一啲傳中球咧，其實有着數。咁呢個係個球隊個踢法個特性嚟嘅。咁呢個就般尼茅夫嘅踢法啦。咁但係利物浦咧就唔同啦，利物浦相對嚟講係一隊。尤其是而家史諾接咗手之後啦，係一隊比較可以話咧係踢得比較慢啲嘅球隊嚟嘅。咁呢樣嘢真係要諗一諗咧。佢嚟到之後可能會需要有少少調整嘅。同埋咧，你話睇翻一啲數據啊，卡卡斯佢本身個傳送嘅成功率唔係咁高。咁呢樣嘢相信咧係同個踢法有關係。嚟到利物浦先生會見真章，就係佢喺一啲 build up甚至乎你話要面對住一啲死守嘅球隊，佢點樣可以利用傳送去突破咧？做唔做到咧？定係都係要靠其他球員控住個波，佢就做冇波嘅走位嘅功夫比較多啲咧？咁呢個可以詳細再慢慢咁去睇下嘅。咁但係可以明白到咧，就係佢當然啦係一個已經好快速地適應咗英超嘅踢法同埋強度嘅球員嚟㗎啦。而家嚟緊呢一季佢要做嘅轉變咧，即係佢唔應該話佢嚟到唔可以 keep 住般尼茅夫嗰種踢法，我相信唔可以嘅，係要做一啲嘅微調嘅。而家就要睇下佢做唔做到。而過往即使羅伯臣喺度嘅時間咧，喺組織上嘅羅伯臣有一個好大缺點，就係佢右腳咧交唔到波，咁所以顯示咗一個問題，就係好多時候一啲組織咧真係俾對手逼咗出去邊線，跟住要夾硬吸翻入中路，或者條邊線俾人封死咗嘅時候咧，其實羅伯臣係入唔翻嚟中路，同唔到隊友做一啲嘅接應。如果用右腳嘅話，咁呢個係好蝕底，因為現今足球啦，尤其是喺一啲嘅分析做得好仔細嘅情況之下咧，當對手知道呢個球員一帶落右腳係完全冇用嘅，
唔係講緊係交唔交到，係直頭唔敢用嘅話咧，其實就好容易防守嘅。咁呢樣我諗唔係話即係好明顯會見到話好致命嗰種，但係好多時候其實你會見到過往呢幾季都係，即係如果羅伯臣唔係落到底嘅話，其實佢未必好大嘅作用。OK，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可能呢樣嘢就羅伯臣又好，卡卡斯又好，其實都未有見到嘅就係最後一腳嗰個埋門啦。當然你話一個左後衞，你要求見到佢埋門好犀利，係未必話係一個好合理嘅要求，可能高啲要求添。但係咧，我亦都相信，如果要面對住密集防守嘅話咧，你係需要更加多嘅球員咧係入到禁區，能夠更加決斷咁去起到腳，同埋有一個起腳入波，即係有能力做一啲有質素嘅射門出嚟先。呢樣亦都係羅伯臣之前缺乏嘅。睇下卡卡斯嚟咗之後咧，能唔能夠做到？咁呢樣嘢都幾值得留意一下嘅。咁今次呢個轉會嘅操作嗱，4000萬咧唔算話即係太過貴嘅價錢啦。相信以而家嘅市價嚟講啦，菲林鵬3500萬係嘛？卡卡斯4000萬，換句話講，即7500萬就兩邊嘅二閘咧已經係換咗一對新嘅啦。以往喺高普嘅年代就靠亞歷山大亞奴同埋羅伯臣啦，當我哋亦都享受咗呢兩位球員當飛嘅一段長時間啦。換班當然亞歷山大亞奴相信都仲有好多年可以踢嘅，只不過佢個心可能已經唔喺利物浦度啦，喺第二啲嘢度啦。咁換班係必要噶啦，即管睇下啦，呢兩位嘅二閘都係一個非常之即係好力嘅同埋有後上能力嘅球員嚟嘅，可以睇下佢哋會唔會為利物浦帶嚟一啲新嘅元素，同埋一個進攻套路當中咧，睇下會有啲乜嘢嘅唔同嘅地方出現。咁呢位球員嘅加盟咧，我覺得其實可能個重點除咗個踢法上之外咧，都見到都即係利物浦嘅社交媒體都幾識玩啦咁樣，因為當沃斯加盟咗之後，大家都見到嗰張紅色嘅 bench 啦，咁樣嗰張凳啦，咁樣咁有網民就話咁卡卡斯如果真係加盟嘅話咧，其實只需要擺一個安全眼鏡同埋一個電鑽就得啦，因為佢曾經同阿蘇布斯達一齊咧合照過一張搞笑嘅相啦，喺代表匈牙利國家隊嘅時候，結果利物浦嘅社交媒體團隊亦都真係識玩咁樣。咁有趣嘅就係咧，有啲球迷咧真係唔知係咪解讀太多，佢話嗰張凳咧有3個位嘅，沃斯就坐咗第一個位，卡卡斯坐咗第2個位。咁第3個位係邊個咧？係咪代表仲有球員加盟咧？咁樣呢個唔知啊。係咪真係鋪排得咁犀利？定係但係其實菲林鵬已經加盟咗噶咯？係咪？Anyway，咁可以見到嗱，呢個亦都即係俾大家睇到一個好，我覺得好精明嘅收購咧，一個咁年輕嘅球員買翻嚟咁樣。咁相對地，如果你話攤分5年合約的話咧，喺個會計角度嚟講，當然對於球隊個負擔未必真係重得咁交關啦。咁呢樣嘢係樂觀嘅，即係對於球隊嘅財政嚟講，因為上屆雖然就未公布呢一個財務數字啦，但係斷估唔會差得去邊啦。因為球隊方面贏咗英超冠軍啦，咁歐聯方面咧頭嗰8場亦都贏咗贏咗7場，如果冇記錯嘅話係咪？咁嗰度都攞咗即係唔少嘅獎金啦，咁樣咁所以再加上喺今個夏天暫時都已經買咗部分嘅青年球員啦，即係自家青訓產品啦，唔係青年球員啦，未必一定青年球員啦。但係嗰度都攞翻唔少嘅收穫翻嚟，喺會計方面係幾好計嘅，仲未計而家呢刻都仲喺隊中嘅艾利亞治，都係一個賣得錢嘅球員嚟嘅。咁買咗卡卡斯翻嚟，而家呢刻咧有3個左閘嘅球員㗎，有卡卡斯啦，有羅伯臣啦，同埋有森美卡斯。咁大家都可能應該會預示到就係唔會用3個後衛去打一季㗎啦，因為第3個基本上係冇機會上陣咁滯，如果係咁嘅話。咁所以預計羅伯臣同埋森美卡斯就應該會就放走一個㗎啦。咁無論如何點都好，而家放走邊個咧？呢一刻就未知啦。咁但係亦都可以俾大家睇到一樣嘢，就係呢個操作咧，同以往所謂嘅 FSG 嘅操作最唔同咧，就係我哋買咗人先賣人。因為以往咧成日都你可以明白點解，即係當你未賣走本身球員，已經買咗個替補翻嚟嘅時候咧，咁當留隊嘅球員咧，嗰個叫價能力即刻低咗好多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從呢一個收購卡卡斯嚟講，可以預示到就話，就算羅伯臣
或者森美卡斯是打一個離隊都好啊，佢哋都未必會賣好貴嘅。咁羅伯臣剩翻1年約啦，咁另外森美卡斯雖然佢張約就長啲啫，咁但係都你唔會預計佢會買得個好高嘅價錢啦。雖然買翻嚟就1100萬鎊嚇，你都唔會預計佢會買得翻呢個數先啊。雖然就而家亦有通脹有成啦，咁但係呢個球員即係近排出場真係少啊嘛，咁所以可以睇到。即係呢個操作最唔同嘅就係而家球會覺得呢刻係絕對有需要加強咗先，至少買咗個左閘翻嚟先嚇。另外兩個球員是但火嗰都好咧，個價錢未必話太過在意。咁呢個算係除咗你話有少少見到比起以往嘅操作好唔同之外，亦都代表咧其實相信個財政啊，球會嘅財政問題咧即係個財政嘅狀況咧都幾健康啊，唔使話好似以前咁樣咁擔心計到咁盡先咁樣咁。呢個卡卡斯咧計埋已經係第3個收購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睇到即係今年一路個走向的話咧，睇嚟都至少有一個啦，如果唔係2個新加盟嘅球員添，因為中堅放走咗昆沙，咁睇嚟點都要買個替補嘅，因為3個中堅定一季咧，以往都試過啦，3個都傷晒噶嘛，可以係咪？咁點都要揾多個翻嚟噶啦。咁另外就前鋒啊。假如達雲紐尼斯真係同拿波里傾得掂，而家講緊價樓明顯咁嘅話咧，咁亦都相信喺個前鋒度咧會再添一個。以往我諗都尤其是喺即係高普接手之後啦，利物浦就成日都好希望咧喺7月頭已經搞掂晒所有嘅收購，就盡量希望喺球隊正式開操嗰刻咧已經齊腳嘅。咁今年睇嚟呢樣嘢咧未必能夠做到。頭3個就做到啦，可能亦都 plan 咗咁上下，因為兩邊嘅2集都應該知道係要替補嘅。咁至於中堅賣走昆沙，可能係有少預期以外咁早要賣。咁當然有好多嘅考量，亦都可能有一啲即係計算啦，喺個財務方面啦咁樣。咁放得好價嘅，亦都可以話係因為青訓產品純利益嚟嘅，收入全部都係計淨賺嘅，咁好吸引嘅呢樣嘢係。咁喺前鋒線上，我諗無論係迪奧祖達又好，路易斯迪亞斯又好，紐尼斯又好，呢個似乎係會賣咗先買嘅操作嚟嘅。咁因為到時如果你話多1-2個前鋒球員喺度咧，就真係嗰個位置上啦第一就係嗰個位置上唔知點爭，第二就係紐尼斯留隊機會應該都好低㗎啦。睇嚟咧當年個傳聞啦話佢再出多一場正選就要俾多500萬歐羅咧，應該係真㗎啦。咁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唔需要再期望見到紐尼斯再喺正式比賽當中為利物浦上陣啊，只不過係爭在去邊同埋幾時走嘅啫。咁換句話講咧，前線有機會要再買多個嘅，咁亦都代表可能咧又要再拍多幾條片啦，咁樣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如果未 like 嘅記住 like 啦，如果未 subscribe 記住 subscribe 或者叫啲朋友 subscribe 啦。咁同埋就係呢個節目咧，我都擺咗上 Spotify 嘅。如果係想係淨係聽聲唔睇畫面的話咧，亦都可以去 Spotify 都可以 subscribe 小弟嘅 Spotify 頻道相當誇張。好，講到咁多先啦，多謝各位收睇，相信咧都唔使等太耐噶啦，又會同大家係再次咧喺呢個頻道當中見面，因為應該利物浦嘅收購係陸續有嚟嘅。